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来考试的，来考日本 GPT and Sun，我和三个朋友，一个是外国人，两个是老挝人，我也是老挝人。我们是来考试，但是学校还没有开。我们来的很早，所以学校还没有开。我们是来这里。这里是公园，我们是来公园，来这里等学校开了，我们会去那里。这是公园孩子有很多你们看到孩子吗？他们是来这里玩的。我们是来这里等一下学校开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去考试，然后呢，考试完了就回宿舍。这里有红色，你们看到黄的树吗？这个是黄的树，很漂亮的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树非常漂亮的。好，拜拜。